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县吉安乡有一个妈妈，伫个地动的当下，虽然是真惊讲，但是伊也是一手抱着囡仔，一手安安带着这个椅啊。如今这个感人的画面嘛现更了，请记者若萍来报道。 地震一来，家里剧烈摇晃，妈妈一手紧抱着小孩，一手抓着椅子，但下一秒一阵更剧烈的晃动，母子俩跌坐在地，但抱小孩的手没有放开，赶快蹲坐在柜子旁寻找掩护。事发在花莲县吉安乡，今天上午7点58分发生了7.2强震，而这对母子在家中看起来吃早餐才吃到一半，没想到强震突袭，小孩被吓到大哭，妈妈赶快拍拍儿子安抚情绪，带您来看一段稍早画面。 不怕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会保护你，不怕。你先吐出来给我，你还想吃吗？可以听到小孩当时嘴里还咬着食物，地震摇晃的当下，差点就要噎到，还好有赶快吐出来。而这地震来得又急又快，可以看到家里已经一片狼藉，东西也通通散落一地。而妈妈除了要安抚小孩之外，其实看得出她自己也很慌张。大地震过后，她也立刻抱着孩子回到床上，所幸2人都没有受伤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